哇！咁多隻，全部都咁得意，點揀啊？我唔揀啊，我全部都要啊！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一於親手做啦。首先將兩邊嘅扭扭棒對齊，然之後呢，就攞大約10cm 保留嚟做身體，喺手指公繞3個圈，然之後將扭扭棒拎出嚟，並確保中間有位置俾另外一邊嘅扭扭棒穿過，尾端交叉扭實固定，然後用扭扭棒嘅另一端完全穿過中間嘅圓圈。完全拎出嚟之後呢，就可以調整下個圈圈作為耳仔。另一邊重複一次做另外一邊嘅耳仔。用手感覺一下邊一邊比較突出，揀為公仔嘅正面。將扭扭棒面部方向加厚，令面部更加突出。然後調整頭部嘅形狀之後，就可以製造身體嗰部分啦。首先就製作兩邊嘅手部。做完手之後就可以輪到腿部啦。將剩低嘅扭扭棒圍繞腰部加厚，最後可以將公仔扭成狗仔嘅形狀。調整完形狀之後呢，就可以揾埋佢條尾巴出嚟。初步完成狗仔形狀之後呢，就可以用梳均勻咁梳返啲毛髮，將多餘遮擋咗面部嘅毛毛用鉸剪修剪。之後就進入化妝環節啦。我哋可以幫狗仔加返啲眼耳口鼻，
然後呢，就可以用腮紅增添少少生氣。最後就揀你鍾意嘅飾物幫佢裝飾。係咪好簡單呢？快啲整返個屬於你專屬嘅公仔啦！整完之後仲可以帶佢哋出街打卡，掛喺手袋或者背囊度添啊！如果想重溫今集嘅內容，可以去到呢個網址。睇完短片，如果大家鍾意嘅話，記住 like and subscribe 啊！拜拜。